这首歌的时候很难唱，很难唱。对，听了好几个礼拜。逢时的狗会亲难冲，尤其他那个气音又要转高音，哇，这个不容易，好难练哦。这个也是我很佩服那种会唱气音的，就像那个这是不是要人工呼吸了？魏如萱啊，有唱冲的。做你特别的朋友，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哦。对，罗哥你不知道，我也很感动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罗哥他自己的歌都记不住，然后你的歌他从头跟唱到尾哎，有没有？是啊，嘿，没有绕鬼，没有绕鬼，没有绕鬼，这首歌是你自己的，我不知道，一开始就要用上卫生纸了，是吗？我好感动。丢闹热咯，三姑娘啊，冲啊，心路开哟，莫冲过的心酸，闹热倒你腿，闹热强下来。感谢朋友大家好啊，蒙古。来，亲啊，大家好。哎呀哈，今本日还咧强呀，咧闹热的特别计划。特别计划哎，两批特别计划不得了啊！有很多人要造次的。造次啊，对啊，所以我们不知好歹的。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哈，抢到 GRV 在我们这个闹热哈。这个表现非常优秀的一些，有的会懂不冲狗，有的会去懂后手。对对对，请到他们来要挑战我们今天请到这3位这个评审老师。3位评审欣赏的狗诶，我挑战这个狗。嘿，记得的狗诶，你个挑战你来冲。你的歌我来唱，对对对，哈，专题那样用。所以我们请到3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们哈来到现场，他们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也非常的多啊，所以呢，今天要唱安尼也就歌数要演唱家的歌，歌的啊，本也就欣赏的批评指教一下，批评的部分，批评多一点，交流一下，交流哈，互相教学，因为都是专业的歌手，大部分。对对对，就像韦如老师常常讲的，教学相长。哦，教学相长。对对对，好不好？好，来介绍这3位评审老师来。好，欢迎，请嘉宾欣赏，请视频欣赏，有小 K 欣赏。我们欢迎 TV 的吴永斌带来永演。好来，谈看啦。看恋爱的行夜烟，看到伊个种遥遥个面，层层个寻，孤安多年，吃饱睡着唔盼地，到尾爱总伊实在无欺骗，虽然爱离开无限多年，一片爱个心还是你去强骗。手看伊的相片，抓下个伊伫天空个片，不是在荒漠中流连，带我上马，光为一年，等爱你重复片面的世界，带定爱俩声音，你听不好好来，记得你。自相的永远，看到你个种遥遥个面，真正个许，孤安多。
就唔坦地，到尾爱总因实在无欺骗，虽然爱你过无限多年，你偏爱的心还是依依去向前。 像你的暗暝头，手看你的相片，掠下个你的天堂的片，不是在我目前的，悲伤啊，无为因缘，连爱你重复延绵的时间，爱你爱了10年，你听我好来。 记得你此生的永眠。哇，用兵。 罗哥好，我代替哲伟老师跟你握个手。哦，其实不用很近。来，我也握个手。你又带你去跟他弹琴呢？去跟他握个手。没，等下再过去，等下再过去。哇，这唱这首歌你还有层次哎。嘿啊。对啊，你还有分不同的。有改变你去跟他平常是唱歌的习惯呢。你这厉害嘞。 你要改变你的习惯的。我刚刚其实很担心你唱这首歌会不会歪掉，因为如果我来唱这首歌，可能会歪掉。你都在吃宽啊吗？算了。哎，歌词给同情出来了，两边有没有副歌？呀，给你的天堂给片给不你的思念不好我的，哦，算了。对，我把它抓一个，我把它学好，下次再好好。谢谢罗哥，谢谢罗哥，不好意思，大字报打着罗哥都没有办法。如果罗哥愿意跟我一起唱的话，我也很开心。对，下次有机会好不好？不好意思，期待。对，没有，期待罗哥唱这首。罗哥示范的是一种唱腔的感觉。对。笨蛋闹豆会冲罗哥暗涌，就会用起关系给两种演唱的方式。那有吃过哎？嘿，你有吃过？呀，给你的天堂给片给不你的思念。 唔好我提，莫爱骗你，可怜多情，像你嘅暗暝头，就看你嘅相片。哎，结果冇呢？没有，我你唱出那个情感呢？哎，我有感通呢。你刚刚是唱第2遍，其实你第1遍更好。 更好哦，我也这么觉得。哇，你第1遍那个真的是哦，我情感满意。我还看了一下哲伟老师，我想要他会不会跟我对眼这样子。他很专心的在听。对，他不理我。对。我想哦，哎，真的有很更有情感面。有不用你第几家给情感来冲2条歌的呢？是，不是技巧而已。因为爱第2首歌曲，迄哲伟老师献本给阿婆。我其实有谈过哲伟老师分享这一首歌的故事，因为他这首歌是从国语然后改编成为客家语，那种味道又不一样，因为比较流行的歌曲。所以你也有粽子的故事，有阿婆的故事，有阿婆的故事啊，就是会想到外婆，因为外婆没起菜。是起差去，然后就忘倒，忘倒，就跌倒，之后急救1个礼拜之后，过身，就离开了，懂天空嘞，你80人这样做的安哟，摸得到地板，哎呦，真的哦，摸得到地板，这个老人家最怕就是跌倒，真的，对啊，你自己不是也跌倒吗？啊，你刚刚做那动作是勉强，对，你走路一下来。慢用啦！你走一下来，从那边走过来。他受伤口骨裂，脚很痛哎。就前日啊，前日爱风虫，就是从风虫起来，
足关紧，我去红腰。哦。Q 的。没进去到那个厕所之后，坐在马桶上面。后来我下一个印象是我眼睛睁开来，我用没。跌倒，妈意思，我怎么会倒在这里？我就四脚朝天。你坐在马桶上，然后不是我马桶裂了。我的印象不是我的印象，我的印象是坐在马桶上面，然后下一秒不知道过多久了。我起来的时候四脚朝天，然后眼睛睁开，我怎么会睡在这里？然后脚凉凉的，流血，摸一下，全部都是血。什么？那马桶有裂掉吗？也没有啊，就厚厚啊。空脸黑矮，我的睡的床，然后跟厕所其实离没有很远，大概走差不多4、5步。我就想，关紧啊，关紧啊，然后一起床可能有低姿势那种低血压。跌倒，低啊，全部都没有意识，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靠，你这么年轻就这样，还得了？声音呢？你还有老婆小孩呢？对啊，其实有时候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是啊，不要太劳累。是啊，对啊，不要一直拍戏很辛苦了。我存钱，我存钱，咱我要保养身体啊，难怪佢根本冲2条狗，尤其个情感，有连结到，上到阿婆，来，唐演冲啊，赵薇先生，怎么样？当感谢你。列首歌曲沉浸式的演唱，因为阿婆跌倒，人家叫没跌倒，就是沉浸式演唱，开玩笑啦。他刚刚可能是脚痛，所以这么有情感。痛，都难讲哦。你迄唱这种演改的方式，某一天阿婆我喜欢，因为佢输的迄日本高原，鼓手他搞不好觉得非常贴近。那不好意思，都好，我来唱给你。可以哦。那你歌词没背。阿婆们很喜欢罗时丰，拜托。什么？头两首歌曲来，每天拜堂都有用兵用无腔的方式，有啲淡淡的，不过有啲扭，可能佢即个有声音的，有补养的，有家庭的。老以前后生时节唱过无腔样，对家人的情感没他无腔样，所以他那个。成熟度是很好，他可以驾驭。就像罗哥讲哎，他前面淡淡的，后面他又加了一些他自己的味道跟技巧，然后让这个歌变得有层次。这个很多来看节目的选手就要跟他学了。有这个 MC， 又唔会 rock 睇两首歌叫笨呆精神。我觉得他唱出了容颜莫强的 MC。什么？唱两首歌曲。什么先生？什么先生？让我们来看多少分。来，好，今天没比分。没分。黑幕没有，今天没有分啊，某评比，敬重一下，应该是原唱的肯定。其实，在原唱前面，我真的会紧张，会紧张啊，会害怕嘞。对啊，害怕唱的比原唱还好。有了，可以。刚刚给你几分眼神，你就想开染发，唱一首罗大哥的歌来唱一下。罗大哥，越来越综艺化了。对，你只有唱比罗哥好而已。因为他背词，他忘词。唱一首我的歌。罗哥的歌唱一下吧。罗哥的某问题吧。来啊。罗哥什么歌？杯水会不会？杯水。要水是为着爱情不如意，一时才来受袂开。你明明知影，这个变陈雷了。也是侥幸做你去，结恋的事，甜言蜜语。变心的事，我讲你，叫我要安怎才会你？演去也演去，惨酒甲饮落去，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可以吗？原唱面前，你好像在罗哥面前没那么紧张。因为他随便唱都比我好啊。没啦，从小的偶像。你爱食材吧，两个爱食材吧。对，难得的年轻人会唱这个歌啊，真的，对啊。两个会清风啊，很多，蝴蝶啊，蝴蝶飞呀飞，飞去倒位？
什么意思？这是罗哥的歌吗？我跟你讲，这是罗哥的歌啊，他自己不记得。哦，这首歌飙到点阅率很高哎，到发那个声收嘞。声收。对啊。 所以因为你很少唱，是不是？是因为现场唱不起来，所以我就不唱。还主打歌，然后后来也没什么打这样。哦，这太多歌了，有时候会听到哦这首歌哦，知道。蛮少见，就是自己的歌他只记得2句的，也蛮少见的。尹碧宏哎，让他第一个电视台有主持节目，家家冲青岛狗哎，就抽嘞。大连电视台119台，哎，就是10点到12点。对。古时候冲青岛狗哎，点的歌很多。对，多好吸的。其实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行业啊，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就像什么，没错，对不对？好不好？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好，来回座休息哈，来看他走路，好来。也喜欢在伤口撒。好了，哦，接下来早日康复，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欢迎这一位啊，来稳住带来父母茶。好的，父母茶嘞哈，行路父母茶。心被发你，总留恋第一瞬，寒芒上河，永伴难过。你撒提早已扑离开。 爱多相依，你甘甜，很强土的人生，用爱攀登，就安样，水彩唔。 提早已扑惊天，用爱风采讲出心肝都激发，爱多相依，你甘甜，很记得那时。 洒天书给你，爱
看到嘅来文做，做嘛？罗哥应用诶，糖去通过糖都跌倒，糖都跌倒吼，感通啊，感通，感通呢应用诶，哎呦，警报解除，警报解除，我缺氧。对呀，警报解除，警报解除。看永斌唱的这么投入，你也要来一段，是不是？哎，不能输人唔输丁啊！输丁就迄个面啊，对不？哎呀，哎，当时有糖到来文就创案用嘅。曼谷的都有情感。我以为你要搞笑嘞，是啊。因为董英珍哦，董英珍练习吼，了个面毛好冲呢，真嘅毛好冲哦。因为亚述国外哦，有点曼谷有口气，对他很有感情。对，这首歌它主要是说唱的方式，对，就是慢慢的吐出想念的心情。对我就是，然后。知道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听了一下，然后就觉得一下而已，一下对，听了一下就先关掉，我不行，没有关对，听了一下关掉，然后去看那个诗慧老师，他有一个影片是签唱会的影片，然后去了解它里面的故事，对，就觉得哇，好感人哦，我真的要挑战看看，然后认真听了几天之后，有点后悔，听了几下。很难唱，很难唱，对，听了好几个礼拜。跟冯斯的狗会亲难冲，对，穷讲故事啊，尤其他那个气音又要转高音，哇，这个不容易，好难练哦。这个也是我很佩服那种会唱气音的这个歌手，真的呢，真的，因为我们都是啪就是出来的，霸声对不对？罗哥送100公黑霸声，没有霸声，我们耳朵自己会觉得说啊，这好像就唱得不好这样，就是要唱好满这样子，奇怪这种这种气声就像那个这是不是要人工呼吸了？魏如萱哪有唱那样？像魏如萱也是，哇靠，真的太青天后啊，董丽慧啊，太厉害了！哎，那文做俩董丽慧，吹喊会本影音出来。哎呦，他会被认出来。那么疯哦，哈，你好疯哦！最近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很多贴都散衣咩哈，贴都散衣，散衣嘿啊，啊迄个买饮料，啊就看到哎奇怪的有一股视线，有一股视线，硬空啊，哦，瞪你，俺妹唔敌啊，我就还是你要出门忘记付钱。然后我们就对到眼了，然后对到一直这样看你，看到这样子，然后他好像想讲话又讲不出来，我就对我是赖文竹，你有看电视吗？他就说对啦，难怪你那么眼熟，你帮他提词就对了，哦，对，因为之前也有被认出来过。他那天也是啊，做捷运也是啊，哦，这是超尴尬的，因为东亚了，对，打哈欠。东亚嘞，我做铁路做顺嘞，我就是一个打哈欠的 moment 转头，跟一个人四目相接，然后这样，然后我从查时间，他就走过来，请问你是吉娜罐子吗？啊，是，我可以给你拍照吗？多尴尬，超尴尬啊！给他朋友，我也可以跟你拍照吗？然后上次他往右走，我就走到左边的最后面，很尴尬哎。刚好就是。还好我有化妆啊，他是认出我的胃食道，我真把懂快哎，直接从里面看到底，这是吉娜的胃吧？我靠，真的，哎呀，哎，不过正经呢，我给你肯定，很好玩，懂有感情，对，这首歌唱得好，真的，但原唱说比较准，对不对？像四 P 欣赏，来，文作，我感觉到他。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耶，真跟懂用心的练习吧？平常这样搞笑，哎呀，平常时看如果他的笑面啊，对他把我的歌都唱得很随便。我这样子讲哈，因为福姆才确实，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唱。当然，因为他的故事，改个故事懂层，有场是可能，上海讲遐个故事有无法度真正当顺心来讲，因为也写到的人对我来讲当重要。不过呢，我用一种香港又唔敢讲，也係講香港又無法度當台風來表達出個感情嘅世界，它只好卡在那個一半。所以那個卡在那個一半，你氣不足是很麻煩的。所以還有呢，你想要表達的世界，有時是它要吐出去，又會收回來。即剛才知道。我知道文作近邊呢啲嘢嘅當中嘅表現，我從做到當好嘅地方，就係自己控制下嘅感情嘅部分，控制到當好。好，所以我感覺嘅當然啦，
啊，今日本上我想我戴木匠，我想我想木戴吼，人家去甲我叫我，所以我木戴吼，啊，所以用一种朦胧感去看你的时候，怕破坏画面。不会，是怕他脸出戏嘛？我怕我更入戏，所以我怕会。肯定加个表情，我会更入戏，所以我不想，后来我就不敢带去跟木匠来看电唱歌。我觉得那种感动是一种我难得，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看到一个很用心的这样子把每一个字搭在诗搭在希，还有音功用把希标它的部分，然后慢慢的一个字去琢磨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谢谢老师。好，谢谢，我也给你一个赞，赞。你也是可以唱抒情歌，很厚表差嘞。是啊，还是要选对歌啊。太感动了，谢谢老师的好歌。对啊，没想到你也有深情的一面呢。对啊。哦，什么？먼저案子先，沙了而冲给各位吗？沙了陈子怡带来客家掌声妹。好，来弹看啦。辣妹架的，对，后面这样子，对啊，比划一下，然后老师好专心弹琴，画八，教齐娜姐姐跳，画一下八，这样吗？这样可以吗？两个一起啊，姐妹一起跳，对啊，这样吗？
样子。对啊，哈，比划一下，然后我们老师好专心弹琴。画八。教吉娜姐姐跳画一下八块。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两个一起啊，姐妹一起跳。什么？哪个八？啊，来。什么八？我刚是有画到八吗？没看到，我只会一啊。你刚刚感觉你画零而已。零。对啊。这样吗？小八，还有大八哦。有大八。有。大八是我们大芭比姐吗？大八有没有八？更大的八。我就大八，你就小八。不是，你就感觉那个好像写一个八这样，从这边画过去，再过来，然后下去，再上来。哇，罗哥你感觉蛮硬的。原来是罗哥啦。罗哥比较厉害，是不是？哎，我快60岁的人了，对啊。哎，吉娜是动屁股，不是动肩膀。对。肩膀我可以啊，肩膀还能动算不错，很不容易，复健的很成功，真的不容易，而且你转过去超像那个日本节目超级变。好了，我今天开心，你开心就好，好不好？变出来是什么？没有，就变出来是一个哈嘎江水麦。哎呦，你在尤少奇老师面前唱这首歌，但是你今天是啊，就是全套装备 ，OK， 对，董詹正经讲什么？等，还是会紧张，会。他本来就是学舞的啊，从这夹捧啊，压那个凸灯起来。嘿啊，不过日本人在跳像国标舞啊。哦，对，她是韩团那个舞蹈高中跟现在大学嘛，学的都是街舞。所以你现在还是大学时期啊？对啊，我在大一而已啊。哎，不过他有结合强哈，因为他刚刚这个动作是国标舞。要结合，还要结合韩传统现代要结合。嘿啊，懂厉害啊。对啊。就像客家讲什么两条狗的啊。哎，你有 Silky 欣赏的狗的呢？挑战这首歌紧张哦。很紧张，超级紧张。真的哦，不是冲歌吗？唱过很多次啦，冲歌懂多拜。但是那个作词作曲老师在前面，他们的标准应该会更高，会比其他评审老师更高。他们有更就是要挑骨头啊。而且尤兆奇老师那个讲话是这个哈，很有医学根据。对。没关系，来吧。来吧，就来吧，是不是？来吧，你想要直接听老师讲，不要伤害少女的心哈。来，尤老师来。至于哈这个，我今天看到你吓一跳，好像念不出来。念不出来，你按 Q 冇看到几了？哎，当然了，可能6-7年了哈，冇看到几了。哎，这个女大18变了。真的哦。因为我刚才那个化妆师啊，根本给哎，这怎么那么眼熟？这我想不起来了。然后拿他名牌本来看，我叫这个名字，哎，干嘛 Q 光眼啊？他真的变得五官比较立体了哈，然后说话动作各方面，声线都冇 Q 腰啊。他以前都会穿的比较古装。还有那个就是像那个国标舞给服装，啪里啪里给人家说话动作各方面他冇穷腰，然后他声线有一个特色，他现在中高音变低了，变低了，声音脚都荡风哎，对他中高音变低是一个特色，但这也是一个缺点，那就是你自己要想清楚，就是说你要走什么路线，因为给他这个嗓哈，高低音下自己一直在想，他现在一直在思考，说我要高一点还低一点，高一点低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人家大一嘛哈，而且给人家去念那个表演科的演唱组。他现在已经是等于是专业人士。朝专业人士前进。所以什么学校？黎明技术学院。黎明技术学院，他也有这种专业科系。现在有分那个艺人组，就是流行音乐组跟舞蹈组，对。那你是哪一组？艺人组。艺人组就是以艺人为目标，出来就是要当艺人，做超感你看。有机会的。有机会。有 KV 啊。所以老师在教的这部分哈，因为女生的 key 都还高嘛，但是你现在走中低频了，可能你要跟老师讨论一下，就走中低频不是不好，不是不好，反正有个人的风格特色嘛。好，那我感觉就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因为每个女生全部从懂国语没时间，某一天对她嘎会很有特色哦。但是你走中低音的话，我们大陆有很多歌走中低音的，人家全部懂讽哦。他们本来可以唱很高音，他一直唱低音。反正唱中低音对你哈带舞蹈更有
帮助。因为中低音往下走的时间哈，你那个最主要就是你舞蹈设计的那个落点哦，落那个点哦，可能你会要重新再设计一下。你以后充满个国语，因为你带舞蹈很累。嘿啊。好，你看我们吉他姐对不对？她也很想这个带舞蹈。没有。没哪意思啊？我有舞群。啊，你有舞群啊？我只要这样就好。假装跳舞。我觉得至于他一年了哈，这个蜕变进步的懂懂。对。那我觉得从专业知识那个演唱技巧的声部的部分哈，现在学校已经有在教嘛哈，多学一点感觉你未来在舞蹈上面，尤其你要是走这个带一点舞蹈动作的哈嘎歌曲哈，我相信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很有特色，很有特色，而且那个形象各方面舞蹈动作的话，赏心悦目。哎，你看光也都懂讲哈，真的。继续努力，好，谢谢。亮相就惊艳。OK， 那你会愿意阿婆跟你一起去吗？愿意啊，当然愿意，当然愿意。有的小孩不一定愿意。你房租就阿婆出啊？没有啦，他鬼板车啦。我有赚钱，就会我出。阿婆安详，就会抖抖加油，嘿嘛。阿婆从小这样子心心念念的，对啊，皮用真的一定要孝顺哦，好不好？不会啦，给董友好。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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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阿婆，爱你。好了，剪掉，码掉。好，哦，什么之意？加油哈！好来杀来刘米玲带来，哎呦，高架。高架好来，糖果啦，哎呦，好糖。撞破过去的迷惘，行过天桥出光的一条路，来来去去的脚印，它是迷风风地图。撞破的路漫漫，相比当年离家的情感，俗世的俗把阿姨，就变成三分的。高标零散，高架讲天南地北，无讲高架吧。高架掠下自然宽松平一家，阮一家。高架老条牌加一家，讲吧高架，拄你转去高去。撞破过去的迷惘，行过天桥就光的一条路，来来去去的脚印，它是迷风风地图。撞破的路漫漫，想起当年离家的情感，俗世的俗怕阿姨，就变成三分的。
江的迷离。对呀。美丽的美丽。真的。哦，你用敢挑战也挑过哎。赵碧欣在勾嘎呢，这没有什么实力也是。难以上梁山的一首歌，可是还行吗？重得轻后啊，就因为你不是客家人。嘿啊嘿啊，我是客家人，我爸爸是客家人。佢係客家人啊，唔講佢客家話。爸爸係客家人，馬來西亞嘅講客話。哎呀，一講一張咧。佢同樣哋講咧有些無腔。而家後南水又是多誒。有啦，婆婆嘅客家人啊。啊，哎呦，檳城有客家人啊？有。佢咪講河洛人較多？都有啦，都有客家人，有河洛人，有福建人，有。我們是華人啊，華人哈都有就錯了啦，馬家人都有啊。對，哦，所以厲害啦，厲害啊！你看唱歌嗰條歌，咪唱到非常有味道，可能有名師教導吧？沒有啦，是不是？應該是有名師教導，有教導。我知道佢唱歌同條bài進步一度呢。對。可能喺 MV 有講伊阿卡貝拉唱歌，還有他另外就是有。名師指導，名師指導，哇，這個名師，我們名師今天有來到現場，隱藏的評審，我們要請講評一下嗎？我們先請主唱者先，主唱哦，等一下再請隱藏的神秘名師來講評，來，像演唱在微信上，哇，真嘅冇強用咧，因為應該是劉美玲嘅時節，佢講是樣嘅咩冇強用，唱嘅歌嘅較幸福，唱嘅歌曲嘅歌型也較無強用。譬如講一開始佢來台灣嘅時節，睇下會上到陳甜甜，錯冇？對，因為佢馬來西亞來嘛。甜甜嘅慢慢嘅佢啲下我稱讚嘢係講，啲下客家嘅歌曲，你客家嘅詞啊，特質思都準。當準哦，有做功課誒，有冇歪有哈，有呢，名師指導有差啦，真嘅哈。然後冇歪題之外，我知道佢唱歌樓以前係冇強用，可能以前佢唱歌係泰嘛，譬如講我就譬如講我就唱泰部分嘅時候，我只要醒出來就好了，佢哋還有細節我睇到，因為那首歌曲照嚟講，寫咪唱較困難啲嘅，因為英語嘅關係，佢嚟下歌嘛，嚟下唱，嚟下睇，後尾bridge 嘅部分，佢嗌唱歌，哇！佢唱起上去，唱起上去要好聽，唔可以講要等人唱，寫咪唱那首歌嘅高音會很刺耳，會覺得不舒服。唔過佢唱得當好，可能因為講那首歌佢哋寫歌架嘛，可能佢要啲馬來西亞嚟到呢位，可能變客家線佢一某一天啊，要繼續，可能應該，希望係有一種我理想背景的，咩係歌界一種，不管係按呢歌界，係講要講鐵條、反條嘅咩歌界一種啊，歌界就是我們大嘴鼓嘛，我們大嘴鼓咪講到呢條，講到實力，係啊，講到實力，講到感情，哎呦，所以睇下人哋隱藏版嘅評審有冇？哎呦，要聽隱藏版的評審。哇，這個。好聽一下，聽一下，好聽一下，像你嘅金曲歌王陳立儀。哎呀，我們評審怎麼做得這麼寒磣啊？因為佢嗌講嗌到嘅查檔高級用版衝一條，其實這條歌本來就動後堂。OK，它有3段，也就講你就每一段越來越靠近你的故鄉。哦，你要這樣唱，然後還有 C 段應該鋪分，其實條擺佢唱歌會它有比較破音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講你沒氣你就放掉，就不要往上拉，你後面會沒氣。所以我覺得今天唱得懂後，怎麼樣？你給他打幾分？很美又很漂亮，又唱得很好聽。等一下，你講唱歌要安靜啊！雙泡泡走開，幹什麼呢？對呀，唱得懂後，加油！有名師指導啦，係嘛哈？繼續加油！名師指導真的不一樣。波斯哈希，好吧，加油！好，謝謝。什麼美女安子生，哈，唱得懂後。好，殺下來。殺落係黃心怡，哎呦，叫佢挑戰吃爆鴨誒。好。係。係唔係前世注定的什麼年？他變壯了，是不是？變壯，有去健身哦，有健身真的。羅哥練很壯。對。哦，你要抖動胸部嗎？
这画面能播吗？超级。哦，是龅牙宝义啊！错啊，太假了吧？你这很像 Google 小姐，是吗？本来就有这样子的吗？没啊，那有可能。阿多利布，阿多利布，你自己阿多利布哦。Yes。哎，你蛮老痛的，梦溪。你上都暗讲，你会阿多利布这种东西？对啊，他大姐也是这样，上都暗讲，一直搞笑的，奇怪。有，他可能喜欢啊。哎，你最近双下巴变多了。对啊。龅牙某用到了吗？啊？难怪冲是龅牙哈。对啊，刚刚还说我能，怎么好意思？我现在是尖下巴，拜托照一下好不好？是不是？你这最近过得太幸福了呀！一直都很幸福了，一直都很幸福啊！因为上次罗哥看到我忘记是哪一集来玩游戏的时候，他就说你胖喽。后来我就不敢再来了。哦，真的？那你今天怎么又再来了呢？好像也没有比较瘦啊。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来上节目，要多多发我，不然我就会没有羞耻心的一起吃，一直吃。可是胖为什么也这个道德观的问题？对，其实双下巴这是财库，可是从以前就有了，这没办法啊。讲啊，对啊，这个职业道德啊，这要有哎。对，所以我觉得要常发我啊，我就会激励自己。不是龅牙以后还一直食，一直食。哎呀，还会讲，人家是过午不食，他是过午食不停的。对啊，我只食一餐。
一餐8小时啊，是不是？当法师在吃。哎呦，哎，这首歌唱得好哎。嘿啊，哎，两个还没有改编呐，这歌是不是有改编呐？世伟老师新专辑编懂哎，真的你是来参加之前来参加比赛，跟有时候来这边搞笑弄一弄的，哎，你这一次真的唱得很有味道。真的吗？真的。不知道是有把那种吃龅鸭那种双下巴变多了，然后这种，我跟你讲，比较稳，心宽体胖啊，不是，就是没有，就轻松嘛，开心，唱歌也变轻松，对，他也没什么压力，所以今天感觉有压力，怎么会没有压力？老师坐前面，我们每个人都错了，你感觉完全没有压力啊？有啊，当然有啊，有哦，有压力。你这么贫嘴，感觉没什么压力。对啊，是啊。而且最近就是可能活动接多了吧？哦，对啊，变大牌最近好疯，很疯嘞！还有韩国节目找他合作，对呀，非常疯。韩国节目就想分享一下，我只是在上面担任那个彩妆模特儿，是。他说哇，这画的美美的，很好啊。是啊。结果去在现场才知道说，哦，原来他要画2个妆，是。所以他画完。他是请你画老妆是吧？对，第一个是80年代的妆，就那种紫色眼影啊，然后复古装。然后呢，他画完之后就换现代妆，然后中间就。帮我直接在镜头面前全卸掉。你知道我就是很怕素颜的人。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你素颜。对，没有人看过我素颜，真的。对，结果我连你爸妈都没看过。当然有。他就会说，在家里素颜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画一下眉毛比较好。真的，他就这样说。对，你是没有眉毛的人哦。就是因为受伤，他就一半长不出来，就很淡啊。所以我就在韩国综艺节目里头全卸，然后1毛都不留给我，真的哦，不是这里哦，全素颜哦，这里这么 real， 对，我觉得丢脸丢到韩国去，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因为我也不会看。打什么关键字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黄雨欣，黄心宇，黄心宇，韩国电视台。罗哥，他来了有100遍，我都来6年了，罗哥。对不起了。真的，但也不能怪他，罗哥连自己的歌都会忘记。对啊，就算了啦，好不好？见识到了，对不对？有。哦，抢演冲了，公平哈哦，有戏，哎呦，我都没有想到还可以这样阿德利布哎，阿德利布蛮好用的，还吃得完。有啥子没？因为还香港。刚刚你在冲之前还香港，你在冲在 Q 版的呀，还是新版的？哎，你们要冲新版的，我就很兴奋。啊，其實新版有上市，我切咁樣唔記得。給大概其實我頓1小節再唱，結果我這一招學到了。哦，覺得你這一招應該會很好用。你說，對，因為後面其實搶拍了。對。然後我說，怎麼還有尾奏啊？哦，你就帶住一個劇場式的感覺。就把這首歌又多了一些生命的。真嘅，係啊，咁邊應該講先，我覺得因為有個改版字，係話彈起來唱節奏又較慢，其實冇，它咬字反而速度快，咬字速度快，所以要唱起來其實比頭前嘅版個較冇咁好唱。有陣時可能用到嘅咬字啲出來表達嘅高大音也好，也係嘅寬度，還有你要做出那個語氣，所以它不是那麼容易啊。但不過，今天新話知道，你今天兩個書嗰個表達都一好呢。我覺得，而且它是另外，因為一種轉型偏同一種轉型吧。因為我希望講潛出去講那個一面的部分，大家可能看到我唱懂演以後，然後唱簡單冇簡單，看起來好像這樣柔柔弱弱的。其實我很喜歡唱類比較有硬派性的東西，對，所以比較搖滾的東西，所以我就希望講偏同樣的部分呢，有陣時可能用詞也好，也係講唱歌的技巧也好，我希望重一點。可是我今天聽到的新語就是，把我愛吃爆鴨，我就可能會稍微比較陽剛一點，然後可是他把那個。對，我會唱得比較陽剛，有場是我 live 的版本，我 live 版本我就會唱得比較陽剛一點。那但是我覺得新宇這樣唱又是另外一面不一樣，用新版的部分來表達我那個嘅某同樣的部分，我覺得很舒服，很舒服。你看彈起來就是一種很舒服，聽起來就是像我一彈歌唱啊，歌唱下去感覺哈，尤其是那個哈哈哈，感覺他後面好像也可以接那個寶格吃爆鴨。對，我覺得那個還不錯，那個靈感很好。下次我就乾脆提前唱，我後面做個梗，還蠻好的。謝謝。哇，就感覺像剛剛好像吃到那種色色俱全的這種美味菜肴。色俱全是什麼？色俱全。
就是应有尽有哦，各色各样的东西都有。你没有学过这句成语吗？色香味俱全有，色色俱全。有，真的，你有听过吗？我跟你同时听到，瑟瑟发抖有，色没颜色的色，色色俱全有2个颜色，你回去查一下。哦，色色俱全，好，色香味俱全也有，好，什么？色香味俱全就5个字了。对啊，色色俱全，色色俱全，应有尽有，美味佳肴，耶，哦，是国色天香，谢谢国色天香双下巴黄心怡。好，下次来，我希望他就是消失了。真的很明显，这财库啊，人到中年财库在这，真的要留着。没有哎，我再怎么瘦都有哎，我的财库嘛，是不是？天生的。那以后这样唱歌，财库。要不然我教你一个方式。好，你看我好像有啊，这个年纪了还有这个天马杆下颚线，这个角度啊。哦，那叫下颚线哦。对啊，下颚线啊。照理讲，我们这个年纪应该就问什么问题？我还不知道下颚线这种东西。就会这里多一块嘛。因为我没有下，我只有腮帮子。我都。腮帮子，你可以做，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做什么？就是靠自己万能的双手。哦，对，怎么做？然后你每天就是早上起床，罗哥好像教过我，或是晚上，对啊，洗完脸的时候，或在洗脸的时候，就往这里撩，这手指这样推吗？往上推。要推多久？推这里的这个下颚这里。哦。这个叫什么？他们现在不要推，这样会花。他们做脸的叫9宫格啊。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9宫格，就是这里往上一直。要推多久？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真的。推了以后，你就会有这个角度。推10次吗？对。哦，10次啊，不够啦。要推多久？你就推到你手酸啊。啊，太累了吧！手酸之后就想吃东西。那我也加码一个好了，就是如果啊，你也想像罗哥这样，你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舒服，或者是觉得很累，其实按穴道，你们看这个下颚跟耳朵这边有没有？张开有个凹下去的穴道，按它按摩也是可以。哦，也可以哦，这个好像比较这个2边按着就好了啊，就不用。按着不是就是我听不见吗？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像罗哥这样，就是这边啊，但是按这边。轻轻按哦，不要太用力，不然你下巴掉下来不关我事。哇！轻按。哦，这里哦。2边。这感觉会按到耳朵啊，就是把耳朵盖住啊，就是这里凹下去的地方。哦。哎，怎么变这个频道？奇怪。我们现在是女人我最大的女人我最大，好像是对啊，有点像女人我最大。小牛耳来了。哎，牛耳。哦，我好像没有那个穴道哎。要一直按你的耳洞啊！哦，你要按到这边。这里，好。好，回去你试看看，搞不好你感觉只是就是我听不到大家讲话。你下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你就变瓜子脸了。我本来就瓜子脸啊，因为他是海瓜子。我只是比较宽的瓜子啊。好了。看不出来吗？我下巴是尖的。好了。黑啊，好，谢谢啦。财库满满的行李，什么也可以哈。他一看这个很有福报。你黑啊。贵妇型的。贵妇型的啦，哈。好啦，回照消息啦，谢谢。哎，黄心怡，我下次想听你冲2条狗会打饱嗝，可以吗？哦，好，我试试看，拉一个很长的饱嗝。他越来越3八了，不是？他本性就这样，好不好？哎呀，好了，杀了，迄陈开水带来平衡线嘞。曾经的求望。
情的变，那不是前世注定今生无缘。爱路你将两旁加两条线，自从转身已高给最后。好久没看到，对啊，吃奶杀手，对啊，他变壮了，是不是？变壮，有去健身哦，有健身真的哦，来，还是甜点吃多了，金钱梅油粥甜点，你的二头还好啦，没有，来，还没有练很久啊，哦，还好，一点点而已，还好，真的还好，说人家还好，罗哥练很壮，对，没有，哦，你要抖动胸部吗？这画面能播吗？超级！哎，你真的要改？真的超级！需要胸部按摩吗？不，我跟你讲，尤其上了年纪的人，下胸非常难练。真的哦，真的。那你为什么要逞强抖胸呢？展现啊，展现啊，激不得。可是这个练这个，你要练大哈，你要练大你就练重就好了。哦，哎，那我们是要练精实。对啊，所以你就是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要刚刚好。哦，对，然后就是要每天这个。就是不懈怠的，就是每天一直练那样。有听到吗？罗哥在跟你讲话，对，反正有空就练了。对，我们练，我至少我们身体健康。对啊，对嘛，对啊。我也是发现我好像代谢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才决定要去运动。不过你跟身材，就是他身材变好，他的声音好像有变厚实一点。他变快了，有声音。他嗓音没他喷的哦，你的声音有比较厚哎，厚一点。黑吗？厚一点。你要不要偷2条狗尾来冲？你还得到原唱的那个指导是比较适合他啦，要条狗尾。当时在比赛有唱过这首歌，然后那个尤老师就说我的咬字。咬字，对，咬字，对，然后就是还有老师很注重唱歌的那个唱腔，共鸣，对，共鸣点，对，上胸下胸什么的，对，什么他觉得可以再自然一点，内缩音外放音，对，他非常注重这方面，对，他说这样下八卦自然一点，就尝试一下，对，也不错。现在干妈还有联络吗？干妈有啊，出新专辑了，他出新专辑啊，正在拍 MV。哦，有跟干妈合作吗？我跟干妈说想要找你上直播，哦哟，在做直播啊？每个月都会一次直播。他是卖什么？没有卖东西。
他就是回馈粉丝，然后做直播互动。然后会邀请这个艺人来做互动，我真的然后送东西，没有卖东西，送东西，对，没有卖东西。那他每一次直播大概有多少人？大概现在最多到6666，上次最好的佳绩。哦，那6000多人，那很厉害哦。很厉害啊，吃饱呢。对，也快1年了，做快，那每个月1次这样子。我真的每个月1次，对。哇，要是罗哥去，可能破6万。对，他也期望。看多少钱嘛，我们这个讲。这么实在，现在这么公开。哎，不过佢最近动力会呢，你不但喺创嘅好多歌嘅嘛，你还喊创作新嘅歌嘅。对，我想说自己做创作歌曲，尝试朝着创作方向。好多歌嘅吗？那个台语歌有，河洛歌有，对，就是在干妈的专辑里面有做了一首歌，做了一首，有跟他一起合唱吗？没有合唱，给他唱。给他唱。其实因为他都是给制作人去挑歌，那我只是丢歌，然后他被选中，他被选中，确评中选。干妈到底是在做什么的？这么有钱？他就是在做那个疗养院嘛，疗养院开那个安养院的，就是那种老人院啊。那他的粉丝朋友们就是老人们吗？没有啦，都是唱歌的好朋友。哇，老人院好朋友很好赚呢。是，然后照顾老人也辛苦啊。是，他要有专业的设备跟人员，很有爱心呐。对，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在做公益，对，做很多回馈这样子。对，然后干妈要找罗哥，我还尝试就是朝着客语的方向。哦，真的吗？就是像上次有那个邓宇贤老师的那音乐会活动，就是4月望语改词啦，我也多去参加。哦，你也去参加？对，然后最近新组好像还有一个，新 Q 奖，对，新曲奖，我也正在写。加油，对，好不好？干妈其实我可以认识一下，那就比如说有需要，我也可以到他安养院要预定哦。他可能要预定，他可以给你总统套房，好不好？还有漂亮的护理师。别！好啦，冲水了哈，像 Silky 欣赏。好，凯瑞哈这几年哈，从我们这个闹热打擂台一路上来哈，这个进步懂得，一直改变，而且他最近这几年哈，这个自己发明了一单曲哈，然后去外面也当了老师，也教了歌唱班当了老师。这2年我看到他在脸书上面有 po 了很多的，也到大陆去比赛哈，也入围总决赛，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听你唱这个平行线，跟以前有唱过的感觉哈某 Q 用，因为哈某 Q 用就是声音有比较厚了，比较扎实了。然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又放自己的感情进去了，特色有更不一样了，可能就是运动各方面都有增加了哈，还有经过这几年的一个成长呢，唱歌的表情非常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啊。那这边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可以再放开一点可以再放开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去看你线上的，还有一些去比赛的，还有去演出的，我有看到哈，就你做的比较精致，但是艺人是这样，到了舞台上面就是可能要再放一点。就你有做冲片比如说你冲85分啊，这种放得开的，但是我们在现场可能要做到88分、90分，没有关系，你不要怕会觉得说太过头，我觉得不是这样子，而是感染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歌曲诠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讲你在任何的唱国语的客语的闽南语都一样，因为我看你在台上表现了那么多次，而且他有外号叫师奶杀手。对啊，是真给的哦！我看到他那个学生看到他就真的是头摇，会尖叫，会尖叫，所以他会尖叫，所以他才跑去练健身的，是不是这样？你被发现了哈！练交唱的时候扣子都开到肚子。我看他那个网络上面，他有在拍那个他在大陆的几个比赛。有进入总决赛，哇！那大陆的那个歌手都不容易，那我觉得你现在唱功进步了很多，只差一点就是你既然扮演这个角色把更快乐带给大家，所以那个更到位一点的眼神、动作、肢体表情、语言的话我相信你会更上一层楼。不错，非常棒，谢谢，谢谢安子先，哇！
恭喜凯瑞哦！希望你创作越多歌曲，然后赶快把这个干妈介绍给我。重点，#一下。好，谢谢，什么歌曲？谢谢。哎呀，哇，里面真的懂翻译啊！嘿啊，这个糖豆演充们音质那6V 歌数哈。对呀，这是优秀歌手来这个挑战我们这个专业老师的歌曲。各位啊，真的。没后堂啊，懂后堂吗？用给米西。对，那今天就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了。没有告一段落，我们还有后面精彩。我知道啊，是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下个精彩的节目啊，所以要谢谢3位老师。优秀的歌手，谢谢你们，谢谢哈。安乐看海豚精彩的节目，来。做你特别的朋友，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哦。罗哥，你不知道，我也很感动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罗哥，他自己的歌都记不住，然后你的歌他从头跟唱到尾哎，有？没有绕鬼，没有绕鬼。这首歌是你自己的，我不知道，就要用上卫生纸了，是吗？我好感动。老年音乐会，哎呦，今天的节目不得了啊！来到一位太来宾啦，未来太来宾，明日之星啊，对，这个来宾跟我有很深厚的渊源。怎么说呢？对，他是我的外甥，血脉相连，身上流着我们的罗家的血脉，所以肥水不落外人田。外甥，很俺落寞耶。来耶，嘿，亲的哦，啊，亲的，上了铜锣哥完全冇腔用哦，懂点到哦，较斯文较正，有礼貌哦，冲口就懂后堂。对啊，根本也迄个第一摆上天师来创过我们大家堂，哦真的哦，有创造一条董后堂的，他有堂都有董后堂呢，真的是有罗家血脉，是歌王的血脉。反正等一下你有想问什么就给你问啊，都可以问吗？我跟他太熟了。真的，这太亲了。你也可以趁机就是给他一些指点呢。哎呀，我跟他指点是不敢了，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比我们厉害。他都没有要听你的，对嘛哈？哎呀，等下你想我们嘛，赶紧做做好好问题。做做问题嘛，啊，对嘛哈？好，来啊，来弹起一条好听的歌曲，按等下将来好好的去撩下来哈。好，来欢迎一位变神。看着手机，选择障碍的犹豫，想挑最迷人的眼睛。见面后闲聊了几句，价值观不齐平。若在身上留下印记，当作秘密，交换爱错的曾经，找能共情的经历，快速让我们变熟悉。听着你温柔的声音，还带点迷人的笑意，快要克制不住自己，我想要做你特别的朋友，对你我绝对温柔，情绪价值我给的很多，除了承诺，做你特别的朋友，只要别提到爱就能够变成依旧，当你感到寂寞时候有我。接受了我的提议，尝试玩新的玩具，你又在
现我依然还想继续做你特别的朋友，对你我绝对温柔，情绪价值我给的很多，除了承诺，做你特别的朋友，只要别提到爱就能够天长地久，当你感到寂寞时候找我。做你特别的朋友，对你我绝对温柔，情绪价值我给的很多，除了承诺，做你特别的朋友，只要别提到爱就能够天长地久，若感情里没有对与错，就没失落。变神，出道即巅峰是吗？我很感动变变狗哎！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哦。对对对。罗哥你不知道，我也很感动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罗哥，他自己的歌都记不住，然后你的歌他从头跟唱到尾哎。有没有？我不知道。罗哥很懵。这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是你自己的小孩啊。对啊。黑某。我好棒哦，我觉得。吴秉承。你今天让我真的刮目相看。懂真呢。真的。嘿。没有绕亏，没有绕亏。没有绕亏。这首歌是你自己的。我不知道。就要用上卫生纸了，是吗？我好感动啊，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啊，那自重演孟达哈也很有心，他就是那一次我们就是拍 YT 嘛，YT 然后有共度。来，先同他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吴秉承。吴秉承哦，来，也哈赶紧啊，这么省干嘛？3张不行吗？给2张什么意思？对，好了，来罗哥，是，分一下。哇，算了，这张给你。来，对，好，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这个，因为曾经在我的频道里面，我有说过，这个我如果到重新的一个频道，如果到达10万的订阅之后，然后就开玩笑说，帮吴秉承出一张 EP。哦，那因为他从小对音乐、对歌唱方面，歌唱梦对不对？很有这个梦想。真的。那我是讲啊，真的也没想到，就真的就到了10万订阅。那大家就为了想让你掏钱出来，我一定要履行这个承诺。对，那他就很赶紧的就自己就开始创作歌曲。其实就创作歌曲。变成英国一次都有点冲走吧。然后我们孟达就知道这个消息，就跟秉承联系，就是先联系了，然后后来秉承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其实我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就有点怀疑 ，OK 吗？你 OK 吗？秉承吗？对啊，因为在他旁边，我就是长期呀，跟他按球诶，还是希望干做的。但是你刚刚这，今有没有做唔得？你做得清楚啊。因为佢之前都会皮罗哥用他来嘛，黑某他其实有时候在录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进去都会可以听到他在房间偷偷练唱啊，对，都有糖豆啊，没错，嘿啊，他对歌唱是很有热情，也很有理想，两个一起给他冲走。因为我跟他太亲了，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你问。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他很棒啊。你自己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了，蓝 Q 嘛，黑某6月17号发行。
对不对？6月17号准备要上在架各大的这个串流平台都会有这首歌，都会听到，而且还是大公司帮忙发行的。对，哪一间公司啊？滚石移动，滚石移动，对不对？哈，对对。拍这个你自己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好，介绍一条歌本它虽然翻译歌曲啦，但是佢客家字體，佢客家字算給爸爸嘅法典瑞穗。阿公是苗栗。哦，阿公係苗栗人，苗栗。咩12啊？啊，咩12人啊？誒，同埋講12人，啊，嘅後生直接搬到個法典瑞穗去。对，这首歌叫做《做你特別的朋友》，做你特別的朋友。然後其實我在寫歌的時候呢，因為很多人寫歌都是比較以情感或是談戀愛這些東西去創作，用自己的經歷。我當然一開始的構想也是往這邊去構想。但你有失戀過嗎？我有啊。哦，真的啊？我看起來不會失戀嗎？不是啊，因為我聽說的好像不是。他都是讓別人失戀的，對。講到重點，我就是有可能讓別人失戀。是。所以呢，我有回想到，我有一些經歷，這個經歷蠻特別的。是。這個經歷是，就是這個經歷就是不好說的經歷。對，就是我覺得在現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是，然後交友更容易了。那交友更容易的情況下，就有人可能因為感情上的受挫，不想要談戀愛，是，所以有一個這樣子的關係，他們會想要所以我稱之這個關係叫做愛特別的朋友。OK，有達以上戀人未滿的一種朋友關係嗎？對，沒錯。知道，就是做你這個這種叫做福利好朋友。對，打牌泡茶的好朋友啦。對，是的啊。這也是現在年輕人的一種感情觀了。是，對。沒有你的按鈕。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真的都這樣子哦。就是這叫 benefit friend，福利好朋友。benefit， 你知道嗎 ？benefit friend。有這個東西啊？對，我聽說的。還是你有過這種經驗？我沒有。沒有。哎，你講到這我真的很傷心，我很想有，但你也知道，就沒辦法。但你在創作很 real 啊，很真實啊。你有想過在創作過程中有想要這麼真實的呈現這些事情哦？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就做自己啊。做自己是不是？我覺得啦，對，很好啊，很好啊，你表達出了很真實，因為就會創作，就會很 real 的東西啊，這就是現在時下年輕人的感情觀嘛。對。但是你頭擺衝過幹嘛衝到暗後？你以前唱歌就這麼厲害嗎？我剛剛有唱，我覺得唱得很好啊，至少還是說你以前在那個就休息時間都亂唱，隨便哼哼而已。我其實是從小也因為羅哥的關係哦，然後看到他當明星發光發熱，很會唱歌，是，所以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所以剛剛牛哥很感動的時候，其實我也自己。舅舅是你的偶像嗎？對，我的。但你歌路跟他完全不一樣啊。沒關係，我先不要，沒關係，我先不要。對，年輕人有年輕人的這個方式，對。是。但羅哥很支持你做這件事情啊。他很支持，對不對？他非常支持。所以你等於也是第一次進錄音室做自己的作品，這是你的創作，然後進錄音室做作品。是。有沒有遇到很深刻的事情？因為一般第一次進錄音室，其實會很衝擊，應該這麼說。聽到自己的聲音，對，也還好哎，因為我以前我自己在家也會自己錄製，所以其實對自己的聲音是蠻了解的。哦，你講到這個，就是他很多東西都是自學的，哦，包含鋼琴、吉他、編曲。剛剛那個編曲是你自己嗎？沒有，是一個軍宏老師編的。對，軍宏老師，就是鋼琴跟吉他都是自學啦，然後很多的軟體這些東西也是自己有興趣嘛，所以就會想要認真的去摸它這樣子。對，那錄音室錄製的話，其實以前在錄音的時候，都是跟着羅哥。你有在外面 control room 看過羅哥錄音？對，跟我去錄音室錄很多次啦，對啊，但是他是在旁邊看而已啦。對。然後呢，這一次錄音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羅哥來看我啊，對，羅哥去看你了，然後呢？對啊，然後我其實有點緊張哦，因為他對我來說是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人，所以他講的任何一句話或者是任何一個意見，我都會放在心裡。然後當天錄製的時候，其實羅哥蠻嚴肅的。哦，真的哦。
然后他是真的以一个歌唱前辈的角度在，对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不是因为钱是我花的。当然啊，录音室1小时多少钱你知道吗？录音师还有那个配唱老师。对，然后录制当天呢，罗哥就很严肃嘛，然后制作人其实他们就是可能比较刁难，或者也不是叫刁难，就是比较认真一点。然后其实唱到后面，其实我心态有点崩掉。你已经有一点挫折了。我有挫折，因为他们还会暂停，然后就不知道在讨论什么。是。然后其实对一个让你很慌张。对，我刚怎么了？我刚唱错什么了？对，他在里面也不知道外面在干嘛。对啊。对。因为里面听不到外面声音。对，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到罗哥，他就走出录音室了，出去了，他就出去了，所以我就当下超害怕的，我想说到底怎么了？钱付了吗？然后后来走出去，我就看到罗哥坐在一个椅子上，我去坐在那边，然后罗哥就说，我觉得你没有准备好，真的？对，然后他说，还是你不要发了。然后我当下在录音当下说这个事情吗？对，然后我当下就很紧张啊，然后也很难过，然后我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那个气氛真的就很僵。对，然后突然就祝你生日快乐。你还不记得你自己生日吗？我觉得我29岁应该没有人要帮我过啊？是吗？对。所以29岁一般比较不过，一般比较低调了，逢酒比较低调一点这样子。所以你那时候在专心准备录音，你也没想到自己生日的事情。对，然后呢？所以他们故意搞一出弄你就对了。对，我们就是把 YT 也拍下来了。他有拍下来是不是？也是很好的宣传呢。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哎呀。然后因为罗哥平常不会认真跟我们讲话。他认真起来就很可怕，这样。这真的，讲到钱他没有在开玩笑，不是啊，讲到专业的东西没有在开玩笑。我对钱是真的一点都不注重，又不管钱的，是，对，但是就是说，觉得这个是10年磨一剑呐，是，因为讲真的，佢对于客家也咩客家，如果佢本身的客家人，佢對於歌唱方面佢非常有夢想，有夢想有興趣，佢咩有天分啊，吃到條啊糖豆，佢個嘅很有佢嘅創作，我覺得他的創作也是到位，越來越進步啦。講真，頭擺一開始的時間冇按好。冇按穩，但是壓下佢越來越穩定，所以我們敢發案的前一做呀，董事長，你要讓他回本啊，要讓你老闆回本，不是回本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完成他一個夢想，真的，是啊，而且我剛剛真的覺得好感動哦，就是羅哥在唱你的歌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好感動哦，真的，他居然沒有忘詞這件事情，我真的覺得太驚訝了，因為前面有大字報，有大字報也是，但是有時候前面有大字報，你的歌你還是記不得啊，所以你看羅哥對你多上心，對旋律也非常，對啊，他也很熟哎，對啊，他也知道哪裡頓點哎。反正我跟你講，這裡以後就是你的舞台了，對，好不好？我們缺來賓就會發你。安之 C， 給文藝真的好，真的是一個很好，這個鬧熱打一台這個平台，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今後的平台，然後又是羅哥的節目，對，記憶非凡，已經幫你打開這第一步了，對，踏入這第一步，別處難秀，以後就多巴結一下我們孟達。好。對啊，好，他以後就會多讓你來上節目。會，羅哥在一天，你隨時會來。好，你在我也會來。啊，真的嗎？啊，是，來，來客家天師台一定要衝一條客家歌。基本的啦，基本咩客家語嘛，你衝埋個誒。然後會衝羅文韻老師的《放心去旅行》。羅文韻嘅《放心去旅行》，係冇，放心去旅行。用客家話講嘅啊。羅文韻先生嘅歌曲《放心去旅行》。放心去旅行。對啊，從細冇講下嘅。聽的人嘛，聽得懂。唐也是的，他聽得懂。多上嘅客家電視台節目就會講嘅。變神，我從羅文韻嘅《放心去旅行》。加下嘅佢嘅新歌，做你特別的朋友，好唔好？特別嘅朋友。唱一條羅文韻老師嘅歌曲，好，來。看看啦！講國中還有參加嘅龍圖比賽呢。校長還是客家人，然後他都會叫我去校長室，那時候覺得很爽。
学生很难去校长室。不一定啊，你如果特别顽劣，也会被叫去校长室，宣布你被开除啊之类的。跳国哎呦！哎呦，你是不是唱的比罗玉还好？不一样味道啦，给他粉丝懂啦。你们从头听后，然后一个 Missy， 真的啊，你为什么让我想要先要跳？第一次上节目嘛，会紧张哦。汉语跟客语的部分少一点。对，但是我有听很多客语啦。然后其实之前在当罗哥助理的时候，
在里面也是一直在听啊。糖会懂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做隔音，你一定听得到。其实客家国会懂多啦，懂多啊，对啊，懂多啦，系啊系啊。其实当然选的是选一条较简单的，我不去切个压力安排啊，投石问路一下，对，这样子，反正以后。如果今天算表现的还可以吧，还不错了哈，还可以哈，我们制作人比赞哎。那下次还有机会再来吗？有啦，我们特别企划那么多，只要他愿意的话就可以了。我愿意，愿意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很棒。一个周在发表几个国对，学客语唱客语歌会很困难吗？我觉得不会。你特别练习，因为你讲唐二是嘛，他听得懂，都听得懂，对不对？基本上家里其实也有讲嘞，讲的话比较没有那么流利哦。对啊，对，听的讲，慢慢的讲是可以的嘛。给第五卡住会听阿婆，我跟你讲哦，哎呀，阿婆哎，同讲啊，就安尼就安样哦。你爸爸也冇讲哈？冇，但是以前。他跟长辈讲客家话，我都会在旁边听啊。哦，难怪唐也是，但是自己比较不会。我觉得我很会听，很会听，但是要转换就比较不会。用讲啊，讲啊。1、2、3、4、5、6、7、8、9、10。讲国中还有参加个龙图比赛呢。资料还说你国中有参加龙图比赛。朗读比赛。真的假的？那个校长还是。客家人，然后他都会叫我去校长室，我那时候觉得很帅，很帅。学生很难去校长室，不一定啊，你如果特别顽劣，也会被叫去校长室，宣布你被开除啊之类的。哦，那个小康老师常常被叫去啊，小康老师，你以前常被叫去吗？有啊，常常去啊。为什么要去？干嘛啊？为什么去？就去那边被修理这样，还是去那边爸爸在那里聊天这样？没。那校长找你去做嘛？没有去教我朗读比赛啊。朗读哦，对，哎呀，还记得吗？哎，我忘了，真的忘了，啊，真的忘了，真的唔记得哦。啊，前面一天告状，高B 先生，管中朋友来黑变成。基本上我朗读的题目是这样哦，就这样，对，他就只记得这里，后续省略这样，对，生猛太嘎。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找阿琴？因为我在花莲啊，花莲你是校草是吗？客家人很少哦，只有你一个，不会吧？对，也比较多闽南人哦，后龙也他懂，是原住民朋友，对，原住民也很多啊，客家人是比较少的，对啊，所以我是那个你是在校代表，对，你是全校唯一客家人，可能长得比较帅一点，没有，他从那花莲上来的时候讲话都原住民口音，真的哦，对啊，上个没穷，懂啊，你讲他是原住民，人家也会相信啊，对啊，结果给他感应，对啊，其实他跟罗哥也。做很久，就是从爱录音是几个时间，几个人来处理嘛。还有人一跑给 YT 频道，也不是助理，就是给给双人特别投诉嘛。退伍后，双人特别投诉啊，退伍以后，係啊，還忙進到條路，係嗰樣成個門主先停定嚟啊，係啊，對啊，紅油先kimchi，按就停定嚟看一下呢，周遭學習一下用，啊就停到呀哈，對，停到呀哈，對啊，拍給 YT 的樣片沒？YT，我跟你講，我很怕他紅哎。他如果紅了，我就沒有人幫我剪接了。他這麼帥的臉，你讓他做後製哦？我那個後製完全都是，其實以前那一些很多也都是他剪的。真的哦。真的。這麼低啊，不是這麼有趣的內容。對啊，這麼爆肝的工作。是。對啊，剪片要花很長時間。對，那也是，我覺得也是因為羅哥給我這個機會，我就是學習啊。搞不好我沒有紅，我還有工作。哦，至少有保底的，是不是？那希望你不要紅。除了剪接，你會跟着去拍攝嗎？會啊。拍攝現場，對啊，企劃拍攝，他們都萬能的啊。對，其實就是這個拍 YT，其實真的也是很客家團體，就是一個人可以當好幾個人用。真的 YT 都是這樣嗎？拍、剪、
然后想企划什么，他来空阿来。对，没有，因为牛哥要省钱，所以人要比较少啊，我们要会的比较多。哎，这真的是亲戚才能说哎。一个 YT 频道有最少8个到10个工作人员，哎，有听懂很多 YT 就是一个人。我上次去拍一个 YT 频道，就是导演，然后主角。跟我哎，对啊，就3个哎，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多的，规模是有很庞大哎。对，我也觉得他很厉害的，给个剪接啊，也是无师自通。真的哦，给他宽影剪，你好多无师自通哦，他乐器也是哎，对，你冲狗没黑呢，懂厉害啊，这个真的不得了。那去拍这么多集以来，有遇到什么很特别的？印象深刻。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做“去你家蹭饭”，就是路上随机找路人，阿公阿妈真的说我要去你家吃，这真的没谁，真的没谁，真的没谁阿公阿妈没有谁啦，谁啦？我们有时候还共估哎，真的，就完全没找到人啊，同一个市场还去了2次。为什么还要去2次？他不信邪，我不信邪，我不信邪，没人认识我罗时丰，没人让我要罗时丰去你家吃饭，认识，但是就是也对，就不有的人要让你去家里吃饭，这个。你第2次去有成功吗？还是没成功，然后有一次去还被赶出来，被市场赶出来？不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大哥答应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到他家门口，一开门嗨呀，他就对他老婆讲，就他老婆就出去，叫你出去，对啊，叫他出去啊，叫罗哥出去，对啊，你没看到那一集哈？哦，没有哎，结果嘞，我们就出去了，就跑出来，还好，就是说他老婆是喜欢我的，对，他只是说我家里很乱。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让我去他家，整理打扮。然后后来他还跟我握手说对不起，那你去我婆婆家好不好？还好就是转个弯就到了。对，哦，给好对了，嘿，你去排戏啦，哎呀，后才这还蛮安可，哇，这好 real 哦，对啊，就很好，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非常真实哦，去你家蹭饭，对，也蛮有趣的，也蛮大的一个挑战了，对啊，对罗哥这种 top 艺人来说，也不是，就是可以你去发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都有不一样的，罗哥，你今天无家有难初长成，对你今天这个外甥啊，是。这样站在舞台上，你有什么前辈的建议，或者是家人的建议想要我是觉得他今天已经跨出他人生的一大步了，就好像那个阿姆斯壮一样，阿姆斯壮，对不对？我的一小步是人生的一大步，吴秉承的一小步。是罗哥的一大步，是罗哥的钱堆出来的脚步。我觉得这个有梦想，当然就是一定要去，希望能够实现它。是有这个机会完成，抓住梦想，牢牢抓住它。他真的是，我觉得很认真啊。懂因子。然后从一个懵懂小孩，然后就慢慢自己自学，啊，你看，然后越来越不听，越来越不听，可是也去懂成熟呀，懂进步呀，懂啥嘛。我也算看到了几年嘛。我觉得人都会成长啦，都会成长，所以我觉得，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自己 OK， 继续加油。好，对，就这样吗？还有吗？没有了。希望你不要红。是啊，希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希望你无出于罗，胜于罗，在这个歌唱这个道路上，能够你喜欢的梦想上面发光发热，好，谢谢，好不好？加油，谢谢，好 ，OK， 秉承很棒，好，变神，做你特别的朋友，开始个多多支持，爱神的啦，我勤劳妹来，勤劳妹来，哈，懂优秀，懂有才华嘅多多支持啊嘞，系啊，好。啊，今日安尼节目哈，就要结束了。系啊，今日也唱到未来青台牌明日之星，冇错。来到安尼节目当中，也串流平台当中多做的糖豆嘅新歌，做你特别嘅朋友，做你特别的朋友。吴秉承，做你特别的，这样好像也蛮好记的。不蛮好记的。好了，反正他个好唱歌的朋友，结个来报名啦哈。打电话来人叫6667人6人等台，这个打电话来报名哦。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好，没有多谢安尼变身啊，做你特别的朋友，吴秉承，做你特别的朋友，6月17号发行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到啊，吴秉承
是某小天老师还有梦最欣赏，谢谢，辛苦嘞。是某天创安公正也辛苦嘞，谢谢。好了，希望下礼拜大家我唔記得一天啊，舒卡呢。農業大聯繫，農業強下來。